圣教归上寿，宣花老母垂玉县，收元显化在浦东，南北两极连中序，委员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执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执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怀养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发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衰役马面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道士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力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元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扯起照起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神，肃清诸恶化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首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五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急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母，9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县，收元显化在浦东，南北两极连中序，委员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
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。劳酸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舍己造其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数清诸二化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生，收服南阎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觉内寻入境，念起真言归头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首，1叩，2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王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亏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正考三圣，若在中原3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上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即毒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招华母，9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普色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
先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是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必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顶36员将，500银冠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给方真武为将帅，经典弘法显神通，舍己造其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化强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至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黄两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许路径，念起真言归头令，南无天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十叩首，一叩，再叩，三叩，四叩，五叩，六叩，七叩，八叩，九叩，10叩首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成宇，姓氏以立信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波转，慈悲波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保佑众生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万物生命安全，自所自导，自所自导，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忏悔文，忏悔文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南无来下生弥勒尊佛，
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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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天恩师德，共学今晚带读就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感恩显显慈悲，感谢慈悲，感恩慈悲。